就要回家了哦。我明天就回去啊？是5号去的。完就算了。来什么哥？走拍嘛。他们他还没，你拍过吗？拍过。啊。和那个小罗拍过吗？小罗拍过吧？拍过。他应该是不上来。他要上来拍，这边要跳舞。对啊，正常。他要跳舞。跳舞干啥呀？来什么都可以。就1号过庄嘛。他家身体不错啊。也可以。你看着他可以这样太远了。那身体不趴着的。跳那个。他身体不错吧？你没啥了？有啥放啥呀？都这个啊。弄了个35。啊，35哦，新的吗？对，新的。弄了个那么短的。新的2.0吗？对。长隆3兄弟。这个就可以走很近。横滨温泉。往前往前来，3个人、3、5个人。对，就可以收完嘛，不用走远。他就不需要那个并交头的有点。枪膛3兄弟吗？那就1635是最，但是它可以轻轻一响手啊，可以在屋里。你却靠你不去了，上路并无所言了。人都说你的当巴里，又说当姐的你的你，说你的说你。你年轻放眼望去了，上路并无所言了。人都说你的当巴里，又说那亲的你的你呀，又说那亲的你的你呀。做的东南做什么的，做快乐兄弟别家头，做的什么你做到哪里？有说那亲的难做的呀，有说那亲的难做的呀。膝盖不出天生家的，你上别靠上我这里，人人说带你看清楚，云龙带起的云哪里，说云哪里。膝盖我说的云南人，你山的高上了天，人人说带你看清楚，云龙带起的云来的呀，云龙带起的云来的呀。东南那里一样东南，有你弟弟是那个，马上我是那个松东，东在那里也给白的呀，东在那里也给白的呀。上结果讲到那距离，大路路天气的啥里，看啊，中国一样上的，讲那具体就得巴黎，说得吧，说的。三结果上到那手里，大脑洞下去的啥里，他跟头一样上的，上到手开心的白的呀，上到手开心的白的呀，上到手开心的白的呀。咋拍什么？看那个造型还是可以啊。这对。石马啊，石马啊，对，就说那个昨天手机感觉不一样啊，新款。便宜，3000多钱。他想跳。啊，对。你要跟我一起跳。低点。跟我一起跳。那他跳啥呀？他要配呀。他说刚才那个。三兄弟啊。就是三兄弟啊。来，他站好了。站前面那个。脚下那个包。包。哦。刚刚那个看到。
这边来一点。上哪的？结果警察是来的。不会啊？不会吧？你声音小一点没事儿。每天都来。他一看这里的聚金多是吧？互相行吗？那你说一个。视频环啊？没事儿吧？没事儿吧？别断2分钟。几下就跳了啊！2分钟多久？拍2段视频， 1分半了。我发给你音乐。又是多久过冬吗？是不是又跳了一个新歌吗？一会儿过霜。这个放第2的。是开始放还是后面？中间一点。多少秒？哎。但是我唱的话比海外的那个，这个前面国外的。这就浪费。一会儿你再上，一会儿你再上场啊，现在不上。在后面跳也可以，有一个影子。等一下啊。现在团队有特殊的规矩。你跟张琪俩换下位置，你俩换下位置。换个位置啊，行。啊，好。不露脚，不露脚啊。都行，露脚吗？露脚，露脚你们。露脚，不露也行。露脚，露脚，露脚。说咋不对？哎呀，那你先往前来一点看看。来，再靠近我，张鑫靠近我。小罗和好，这样大了，这样。离开这美丽的野人的风，有人就得松开脚印，有人就得松开脚印。只看是那蓝的松，松路也不乱打的松，松路是老美的松，松是都是松给的松，松的老是最怕的松。
在这儿，你单独拍一个这个南部挺好看的哈，这南部挺好看的。第二个，你好，裤装。第二个，这个。这个好像我跳第二段，第三段吧。来靠近我一点。这个是距离可近。我这跑的有点远。Ya, that's the moment. Come on, the trucks, stronger. 可以吗？快！我说这个阳光的夜，
这个再调节。你不调就你跟小罗跳过吧？啊，你跟那真的不会。以后不装。跳旧的，比如什么作业啦。我等儿那个回去发给你。好，谢谢。镜头好，这是拍他是吧？光不太好。我这是第一次有的，还行。我们见着嘛，哈哈。来，我们这样。横版还挺好。这样好看。但是横版可以看。两个来的话应该可以。来，1、2、3，走。哟，这笑的好猥琐。光不行。你俩。这光线有点高。我也觉得这里特别美。来，1、2、3，走。对，这样看一看。好姐，对了，对对。王清每次拍这个好像可以，那就他们来。走过来哟。来，继续。啊，你根本都是啊。我见好东西，俺这个启动车。去看路。